白绝呢？你把白绝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只有他不在，我们才能好好说话。怎么样，小主神，对本尊的安排可还满意？不过方才见白绝对小主神的模样，倒是显得十分般配啊。魔尊真是开玩笑了，那我跟那白冰块八竿子都打不着。此话若是被白绝听见，怕是要心凉一场。他为什么会心凉？我与那白绝相识数万年，好也好过，打也打过，还是头一遭见他亲近女君。这哪里算亲近啊？他对我不是吆五喝六，就是威逼利诱的。小殿下有所不知，那白绝生性最厌女君，连只母蚊子都不让靠近。本尊曾一度怀疑他没有七情六欲，动不了红鸾之心。不过方才见他对小殿下如此模样，本尊已然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你别胡说。上官，白绝，你要不要紧？我没事。玄玉有没有讲怎么样？他像是已经改过自新了。月明还在他的店里偷过酒呢。若他没有叛逃出神界，我想我也会在他的店里长大吧。不如我们两族好好和谈一下，不要再起战火了。我们的小主神还真是个慈悲之人呢。你若再敢碰他分毫，本尊定将这九幽焚烧殆尽。当年本尊杀进你麾下天兵时，也未见你如此动怒。那个冷血无情的白绝战神哪儿去了？难道近来杀伐少了，心肠软了，学会谈情说爱了？上古，对白绝这样的男人，不用点非常手段，他岂会流入真情？上古，本尊与你颇有眼缘，不如你就留在我这九幽。我九幽没什么规矩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可是你化作白绝的行径，让我觉得恶心。